是什么？想不通，我如此平庸，你怎么会爱上我？你的大起大落，我的笑话笑过，你是传说，而我是什么？想不通自己的疑惑，你怎么会爱上我？爱有1000万种变化，我不懂，是我脑袋空空，只能容下你，只容得下你，上辈子下一世，生命轮回几次？爱有1000万种变化，我不懂，是我脑袋空空，只能容下你，只容得下你，上辈子下一世，生命轮回几次？爱有1000万种变化，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时间慢慢流，我们慢慢走，我不急，我等你，等着你，别忘。爱有1000万种变化，我不懂，是我脑袋空空，只能容下你，只容得下你，上辈子下一世，生命轮回几次？爱有1000万种变化，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时间慢慢流，我们慢慢走，我不急，我等你，等着你，别忘记。风风我舍你而去那么久，你还一直在等着我，在坚守着等一个人。如此高尚的情操，坚韧不屈的女子，世间难求啊！哎呀妈呀，这是人写的台词儿吗？怎么这么假？我就是小公狗，我怎么可能视你这种才貌双全的典范女人为蠢女人呢？哎呀妈，这字儿，这也能写得出来？明摆着是个蠢女人嘛！怎么了？很多会。啊！我现在就去非洲找那个银桑。有这句吗？你怎么知道没有这句？我今天都听你说了100多遍了，我都会背了。明明没有这句，怎么就多了一句话呢？我怕你背错。你别以为自己就是大明星了，我警告你啊！你再不好好干活，你就给我滚！真的假的？我总觉得他好像不是真的失忆。啊，没可能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李欢是谁啊？我才不认识呢，好不好？你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还是说说你吧，为什么突然间消失，又突然间出现啊？我挺好的，在这里看多了生死离别，就越来越明白要好好珍惜身边的人。以前的我没有做到，希望现在的我可以做到。谢谢你。再见，小凤。教了都不会，笨死！你是说三色蛋那次？什么蛋？什么蛋？什么蛋？三色蛋！他好像记得，又好像不记得。我们可以试探一下他，如果真是伪装的话，肯定会露出马脚的。看来只能逆向思维了。这个还可以逆向思维？当然了，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逆向思维的。别端着了，
快说来听听。一个人对对方越在意，就越会不自觉地露出爱与恨。逆向思维一下，尽情地吸引他的注意，看他的反应吧。好可怜哦，峰峰。作为你的好朋友，不管你有没有想起来，我想我都有必要告诉你。你看到没？他那个眼神，他跟这么多女的搂搂抱抱，你能忍吗？所以呢？芳芳，他那个简直是冰山一角，小菜一碟，不值一提。我这，哎呀，哎呀，完了。哎呀，你们几个到底靠不靠谱啊？如果我按照你们几个的鬼主意，在冯凤恢复记忆之前，我就全被你们毁了。哎，你们有没有那种快速让他记起我的办法呀？好像冯峰现在不太在乎你啊。难道是我们找的点不太对吗？应该想想还有没有他最在乎的东西，可以拿来试探一下。我知道他最在乎的是什么了。喂，拐皇的前妻怎么样了？还不错啊，好像已经喂，怎么啦？哦，明白了。好，拜拜。没事吧？亲爱的，我要跟你说一件事儿，但是你要答应我啊，千万别激动。哦，刚刚叶波他告诉我，叶家他回来了。叶家回来了？可是叶家是谁啊？就是你曾经最爱、最在乎的那个人啊！还有这么回事啊？我怎么记不住了呢？那他回来干嘛呀？是为了你呀！他要回来跟李欢决一死战，而且现在正在李欢家，他俩正要打起来呢。峰峰，你一定要阻止他们。哦。不关门。嗨，我等了多时了，失忆的冯小姐。嗨 ，hello， 你好。头好痛这是哪里？哎，你怎么会在这儿？这是我家呀，我就在这等着你，自投罗网，自保身份，自食其果。好诱人的话，就是没听懂。走了。哎，
今天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而且你为什么鬼鬼祟祟的？我这是锻炼身体，保卫祖国，锻炼身体，然后就听说这里面开化妆舞会啊，进来看看。化妆舞会真不错啊！化妆舞会，那你扮演什么角色呀？骗子？感觉自己萌萌哒，心里就开了花，高兴就啪啪啪。没想到吧？我早就看出来你有些古怪。有个人在自己的卧室里偷偷打视频电话，小声说，大声笑，哈哈哈哈哈！那个人分明就是叶家。你明明还记得三色蛋，记得营养餐，你会不记得我李欢吗？我记得三色蛋怎么了？但我不记得是跟你做的。自己都说出真相了吧？还装？好，我承认，我就是骗了你。骗你又怎样？一直以来，我老是被你耍。一开始跟我装失忆，虐我，对我百般奚落。后来，终于想起我了，却要离开我，害我那么伤心。OK， 不走了，带我回古代，你却跟你的相好把酒谈心。原来。许你吊我的胃口，调戏我的神经，为什么就不能让我好好的玩弄你一下？你用生命为我负责，这就是用生命为我负责吗？谁？其实，我早就已经察觉到了，所以我会让芬妮来试探你，说叶家回来了。但是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我知道你在乎的。今天我来，其实是为了……我当然知道，我又不傻。你都是为了我。当别人问我你最在乎什么时，我就跟他们说你在乎的是离婚，而不是叶家。而今天你带我来这儿。其实只是因为你担心我，你怕我跟他发生冲突，你怕我受到伤害，对吗？自作多情，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以前不知道，我害怕，我躲闪，我自以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其实我却深深地伤害了你。我以为我会永远失去你，直到命运再给我李欢一次机会，让我们重新相识，让我们重新认识彼此，再爱上彼此，才让我现在真正的明白，只有我们在一起，才能够幸福。让我们永远在一起。好吗？我们以后再也不要分开了。看你表现啊！祝太后娘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太后娘娘，这是福生用传统手工制成的方便面，口感 Q 弹爽滑，仅此一家，绝无仅有。祝你们生意兴隆，端上来吧。千岁，千岁，千岁！
皇上驾到！母后万岁！万岁！万岁！祝母后 Happy Birthday， 生日축하합니다。我皇儿当真是聪明伶俐，又修了几国语言。谢母后夸奖，母后请看，这个是儿臣给母后准备的贺礼。这是什么？这个是滴在皇室记忆力宁青春密码套装。这个是青春霜，把它打开，将它倒在手心，用手心捂热，再轻轻按在脸上，肌肤马上抚平岁月痕迹。还有这个，这是青春面膜，打开它敷在脸上，肌肤马上亮白透光。母后今天真的是大开眼界，保住青春就要靠元宵你了。包在儿臣身上。祝太后生辰快乐，青春永驻。哀家谢过拓跋将军。也祝北魏在皇上的带领下繁荣昌盛。拓跋将军，请您放心，在您的协助下，朕一定会带领我们北魏走向太平盛世。父皇万岁！万岁！万岁！发生那么多事之后，大家的生活好像也步入轨道了。等一个人继续年终无休，生意比从前好太多了，数钱数到我手软。李欢这个小公狗待我也挺好，除了处理他那个什么商业王国之外，也经常过来为我设计健康餐单。最令人安慰的是，恢复记忆的他，厨艺也跟着回来了。晚上我什么也不用做，就可以吃得饱饱、舒舒服服的看电视。哇，好棒哦！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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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留在古代的柳儿浮生做回了老本行，开了间方便面面馆，生意兴隆，门庭若市，大家都争相要买。唉，好像比等一个人更厉害。柳儿确实很会做生意，嘿嘿，尽得我真传嘛，成为古代新女性，每天限定发售，深明物以稀为贵的经商道理，又不会累死浮生。哎，咱们看这部吧。至于鳄鱼与冉冉这两大冷面武林高手，行踪一直很神秘。怎么你要看这部啊？不是，这个我真不行，我先到手了。怎么了？不是，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人为什么总喜欢花钱看那些自己吓自己的片呢？人呐，要有正能量。但是他们总是花样虐狗秀恩爱。买票去。叔叔阿姨好。哎呀，好好。黄辉、静静这对欢喜冤家也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真开心！他们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另一半。爱情从来不是1+1等于2，存在太多可能。但逆向思维一下，每个人都一定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那个唯一。而我拐黄电影真的是火到不行了，未播放已经声势夺人。我冯小强果然是后现代顽强女汉子，
不过最大的功劳当然要归属于我们的叶制片人和他背后的大女人芬妮啦。故事说到这里也差不多完了，应该要再说说我跟李欢怎么样了。除了好好打理等一个人，他总想带我回老家体验时空旅行。哎，不要羡慕我们呢，因为一点儿都不享受，还挺累的。怎么没了？等风来，等风来，都等了一天了，龙卷风在哪儿啊？不是我说的，天气预报说的。没电了。天气预报就不靠谱，你比天气预报还不靠谱。生气了，生气了，我要回家。风来了！风来了！风！风来了！天哪！为什么毁灭老三就这么难？风，又来！不去了，不去了！我们是妖，我是妖，我是妖，我是一只爱上人的妖。千年修炼的寂寞，唯有你知道。元宵，爸爸要你干嘛？元宵，元宵！哎，要你干嘛？你要生小狗崽子啦？对啊，你猜是男生女生啊？当然是女孩了，女孩长得像我，漂亮。怎么会？大长脸，还是生个男生像我吧。生男生像你太丑，长得跟阿毛似的。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好不好？让我来摸摸就是了。弟弟，儿子轻点儿，轻点儿，儿子。哎呦，轻点儿啊！疼！疼！干嘛？给我疼！多大事？元宵，来，我唱起来。唱起来。不要停！不能停！我是羊，我是羊，我是一只爱上人的羊。千年修炼的寂寞，只有你知晓。我是羊，我是羊，我是羊。
逃不开，望不穿，也放不掉的情感。每次蓦然回首，你都在。我的影子从你生命过几次，却从未留下名字。记忆中的